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这个嘉义市长的选举，因为其中一个候选人黄小聪伫个选举前来过往，依照规定，延到12月18才来投票。人其他的县市拢已经选煞了，这个嘉义市即摆才拄要来起股。这个嘉义市几位候选人是把握机会来抢票。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的市长黄敏惠，今仔日到议会去备选。那对手民进党的李俊毅是把握时间扫街争取选票。嘉义市长黄敏惠来到市场，虽受到支持者欢迎。加油！我们嘉义市加油！那替共党的议员写票，嘛替家己12月18市长选举有关声势。让伊拼市情真认真骨力，今仔日这样得来到议会备选。铁人加出力。 这样可以吗？面对议员的改质询，黄敏惠拢改回答。其实我们做好市政工作，无论规划我们市政工作的推动是最重要的。另外一边对手，民进党籍候选人李俊毅，同款继续扫街拜票，嘛伫咧面前讲，脚步徛在向前行，嘛答应绝对袂讨这任何时间，一步一脚印，要市民看到嘉义市改变。 9合一大选，嘉义市因为进前候选人黄小聪过身，所以选战迁到12月18。那两党候选人面前个乡亲博暖，就是要争取选民的认同。